台北新闻今日伫咧大安森林公园站甲善道西站接线会小警察追查掠人，是一个72岁阿伯涉案。也即个阿伯讲哦，伊是想要真情抗议，引起关注，才会小草放火，也规个事件是加载无人伤亡。 监视器画面因看到伫阿吉堡啊，穿浅色外套查甫人挂大包小包行出查甫便所了无偌久，有民众赶紧走出来，台北这份无平静，车别早起11点外大安森林公园站，互人放火，是要到2点钟了后，善道西站也连续发生火警，引起一个72岁老先生烧草啊，好佳在无造成人员伤亡。来，不要动。你证件有带吗？ 警方赶紧追查，抓到涉嫌放火72岁姓陈的老先生，佮发现伊犯案了后，佮去台铁大楼内底放4封定情批。初步询问了后，伊讲想要定情抗议，引起关注。详细犯案动机还佫调查。初步调查，那嫌犯一人没有其他共犯。那他今天所携带的纵火的一个物品，即是打火机跟稻草，单纯的就是在台中陈情没有接受到。 各界的一个重视，他问题没有被解决。他认为台北是比较多受到关注的地方，所以选择到台北犯案。嫌犯在过程中各变装闪杂集。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发文指出，警方已经在下晡2点30分左右抓到嫌犯，佮带回去。市府团队警戒各干部加强各车站巡逻，确保旅客安全。在案发现场，善道西站查甫便所外口有封锁线，现场也有臭灰大味。就是会觉得说这样很可怕。 就是可能会比较少搭捷运吧。如果之后都很多这种事的话，就是那种人为的那种，稍微有点粉末，或是对，很像对，焦味，对，会稍微觉得，因为之前中山的事件，对，然后也会自己会比较提高警觉。最近北捷状况不少，除了放火案以外，台北捷运中山站今日透早也发生有10人提刀坐车，引起民众惊吓，互警方照社会案，hand请地方法院裁定。特别过年人较济，大众运输系统维安也受到大家关心。记者综合报道。